大家好，我是谢松平讲法师，跟随尊贵的占度古仁波切已有17年，目前主要投入克迦拉禅修林绿化工作，负责培植各种草药和种植有机蔬菜。今天我要向大家讲解的是多杰雄灯熏烟供养法门。烟供主要用来供养佛、法、僧三宝。古时候的印度，燃香是为了驱除蚊虫，清净整个环境，同时也能净化负能量。然而，在佛教中，供烟给三宝，象征着清净的戒律。持好戒律，也能帮助我们在修行中累积功德，对上师、佛、法、僧有清净的三昧耶。据说，严守戒律的僧人，他们的身上会发出淡淡的清香。至尊宗喀巴大师和大德慈律主扎巴坚赞因严守戒律而证得圆满佛果。早期烟供的由来，据说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生前的故事里，有位女弟子名叫巴德里，因为不能出席佛陀在摩羯陀城的佛法解说大会而感到沮丧，他只好在自家的屋顶燃烧烟供给至尊释迦牟尼佛。佛陀因为巴德里的诚心供养而感到感动，在解说大会后前往巴德里家接受供养，同时也为他解说佛法。烟供的由来由8世纪时莲花生大士前来西藏开创第一间寺院桑野寺后记载了下来，但莲花生大士舍利弗藏直到这个世纪才被发现。后来由宁玛、噶举和萨迦的大师们编写类似烟供文。在第3世加瓦仁波切的时代，有一位叫耶喜旺坡的人编辑了格鲁巴第1本烟供仪轨。接下来，在第4世班禅喇嘛罗桑切吉坚赞和5世加瓦仁波切也编写了烟供的经文。多杰雄灯烟供仪轨是由摄空金刚持编写而成。传统的烟供仪式，寺院里的喇嘛在重要宗教仪式或民众在庆典上都会在户外大肆举行。熏烟供养仪式也可以以单独或群体的方式进行。藏民会在新年期间在山顶野餐聚会，做熏烟供养给三宝，挂起风马旗在树顶，祈求三宝赐福，消除一整年的障碍，祈愿风调雨顺。在喜事时也会做熏烟供养，民众会站成一排，将手上的糌粑抛向半空，然后一起跳舞庆祝。熏烟供养的原料是将准备好的香枝、香粉、松木、香草叶、干花，加上青稞粉、牛油、糖、草药、酒、葱和蒜混合一起焚烧。用来进行熏烟供的炉叫煨桑炉，炉的形状可以以圆形或长形的，以便把香料放在炉里燃烧。在寺院，煨桑炉通常会安置在寺院的顶端，或放置在山顶来供养土地神灵和隆重。在做熏烟供养前，我们首先要升起良好的发心，并将熏烟供养给上师、本尊和护法，以便累积足够的功德，能回向众生。若人们有特别的请求，如祈求长寿、消除障碍等，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求。接着，我将跟大家分享做熏烟供养的步骤。首先，在任何大小的香炉内铺上一层燃烧过的香灰，香灰可以厚一些，这样可以避免点燃的香突然熄灭。
随后取出一支长短适中的香枝，将它点燃，然后放在香炉中央燃烧过的香灰上。接着将香粉，这个香粉可以以各种天然的材料制成，例如檀香粉，或者大家可以买现成的香粉，轻轻撒在香枝上。香粉不要太厚，刚好遮住整根香就可以了。然后让它慢慢燃烧，烟随即缓缓冒出。接下来我们便开始念诵熏烟供养祈愿文。首先念诵3遍皈依文：皈依上师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上师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上师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接着念诵3遍不共皈依发心文：诸佛妙法众中尊，乃至菩提我皈依。我行施等诸善根，为利有情愿成佛。诸佛妙法众中尊，乃至菩提我皈依。我行施等诸善根，为利有情愿成佛。诸佛妙法众中尊，乃至菩提我皈依。我行施等诸善根，为利有情愿成佛。然后我们进入熏烟供养正文。我们念诵熏烟供养文，但是在念诵供养文之前，先要持3遍 Om Ah Hum 来加持熏烟材料。Om Ah Hum Om Ah Hum Om Ah Hum Hum 从自所观本尊天心中，放光尽至烟熏诸过恶，五欲具足，圣香悉圆满。无漏乐空，充满太虚空。Om Ah Hum Om Ah Hum Om Ah Hum Hum 本传上师本尊以三宝，永护空行护法守卫神，特别金刚具力极不重，以神遍力无碍立此处。其余生神、战神及舍神、御神、地主、护国8部等，因供诸兵客众请莅临，安坐各自所业宝座椅，承办宜家所托事业故，外内供云事务观赏品，奉以纳受承办所托事，给龙脑旃檀六善妙药等，智慧火焰焚烧熏烟云，遍满长生诸天所行道。本传上师最深本尊熏，永护空行护法卫士熏，特别妙音佛教守护主，金刚具力4亿不五熏，生神战神5种舍神熏，御神地主护国8部熏，供养贪印供养诸实力。我等师徒坛师及眷属，筹验破事诸障无疑尽，受福全事善聚无疑增。人畜极疫饥荒正乱息，年年丰收雨水皆及时。黑方魔种尽灭白方红，心中所愿诸事悉无疑，无劳任运成就且护助。给给说说拉加喽，Hum 星夜满足兵众反治所，父亲再度降临求事业，此善令我遍空诸有情，利乐广增吉祥恒常来。在念诵供养文时，我们请求本尊护法原谅我们破损或退转的三昧耶，并祈求他们满足我们在世俗和修行上的愿望。在经文中写着我们用烟供来净化本尊和护法，而真正的意思却是我们通过这些本尊过护法来净化我们的业障。最后，我们祈求本尊护法
返回他们的住所，接着念诵圆满回向文。这个供养并不难做，而且有很大的益处。希望大家在理解熏烟供养的好处及做法后，开始给三宝做供养，好好把握给三宝做供养的机会，以累积功德。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